拉姆納拉揚拉姆，為了社區的安全，應該建立夜間巡邏制度。我們將提供志願服務，志願者將負責道路、醫療設施、教育等方面的工作。如果每個中心可以派出10名志願者，那麼1萬個中心就能有10萬名志願者。這不是開玩笑的事，他們將學習射擊棍術，並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訓練，以增強自我防衛和教育的能力。政府為什麼要反對呢？我們並沒有危害政府。如果我們保持道路清潔，唱頌赫爾坦讚美上帝的歌，政府也不會反對。如果我們為倫理做這些事情，政府又為何反對？通過這種方式將發展出兄弟般的情感，親情紐帶將得到加強，就像父母與子女、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一樣。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上，維維卡南達說：我來自印度教，我不會那樣說，我會說我來自宇宙，我不能支持他說他來自印度教的聲明。這個說法在吠陀中有根據嗎？當你知道一切都來源於吠壇，多時你就不應該只說你代表印度教。吠陀來源於太陽之力、光明之力與水之力，即使你知道這些卻仍說你來自印度教，那我只能給你打0分。